来继续来看国道1号10至5股高架桥堤顶交流道的出口。透早有驾驶冲过分界岛，为将近6.6瓦悬的高架桥栽落基隆河。加在当时是退漏水，水无深。这个驾驶换一块塑胶棒，风救起来的时阵，意识清楚，无受伤。啊，讲迄个地点，半年前有一个工程师嘛是弄分界岛栽落死亡。在去基隆河，有一个查甫人伫岸边默默游，伊毋是探日头出来要去受水，是连忙带车栽落基隆河。你看那三角锥歪了嘛？他可能从中间掉下来。哦。我在想，可能一下要这边，一下要那边吧。哦，就是那时候车速又太快，是有人看到，我没看到啊。他有那个看到人是因为没带手机嘛，叫我赶快拨个手机。变小的轿车冲破护栏，栽落河底，警消赶来到现场，煞找无人。无看人甲车，救援队敢来当先定位，用中心点扩大范围搜索。加在无偌久，就发现驾驶。驾驶要载人，也毋过敢若是惊一个讲袂清楚事发的经过。案发的地点伫国道1号高雄高架交流道。今日早起要晚6点，身为驾驶敢若是真心歹，冇可能是行唔着路，直接往分界道驶，为60楼悬的高架桥栽落基隆河，加在上病院，人无安全。消防队为求谨慎，仍在现场探员下水查看，确认是否有其他人员受困。这样部分由大吊车进行排除。轿车已经红吊起来，车头已经变形，看出来弄甲真大力。而且共一个所在，伫半当前冇发生过共款的事故。那边有个杆子，那杆子那个附近。32岁洗出来工程师，搭港台北甲新竹两边走，亲人联络袂到伊的人报案，想要到竟然是栽落河底过身。同一个路段，小连所发生着严重的事故，是道路设计问题，也是驾驶对路况无熟悉，或者是真心歹才会出意外。警方甲高公局拢会进一步调查。加在这边是大河河水退流，水无深，若无驾驶，就真正危险咯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